3档前台铁推出石斑鱼便当，当时是真抢市。最近台铁甲屏东县政府搁再合作，利用甲外销日本同级的龙虎斑推出2款新的龙虎斑特色便当，限期卖3个月。正声一响，台铁石斑鱼便当正式开卖。2种新的便当，有屏东龙虎斑、葱头咸鸭卵，嘛拢是屏东在地。甲龙虎斑做便当菜，台铁甲屏东县政府3年前捌合作，短短半年的时间都卖出5万外粒。这摆搁再合作，有民众经过看到，也专工留落来当开卖。以前有到那个访寮那边去吃过，对啊，感觉那个肉质蛮好的，还会用到便当来，真的是很难得。对，我刚刚在这边已经等了1个小时。推出限时3个月石斑鱼特色便当，可民众通食到这款高级鱼肉。其实2022年，台湾的石斑鱼拄到外销危机的时，就开始重新思考产业转型。过去石斑鱼外销是以活鱼，内销是以倒菜的专鱼料理为主，因为价小悬，规杯鱼较歹料理。这2年政府大力建设冷冻甲加工的技术，用小包装产品在国内外拍开多元通路。近年我们在投入冷链这件事情，我们非常重视保鲜，我们也辅导我们的产业团体，还有我们地方政府去开发各式各样分阶的一个产品，去满足目前国人消费他们喜欢小包装、简单方便实用的一个形态。我们这次呢，至少都要4斤以上的鱼，其实风险当然是一定有，因为我多花了一点时间多花了大概接近1倍的时间，就是大概2年多去养成。那风险当然是有，但是我们是希望说，我们有一个新的通路、新的契机、新的市场。业者讲，即摆伫国内大卖场拢会当买到切片的龙虎斑，这摆透过做成特色便当，会当互民众更较认捌这款鱼，拍开龙虎斑的国内销售市场。记者柯家族柯昭勇，屏东采访报道。